婚姻馆的大冰箱结合着在地酸菜甲稻米举办活动，伫个会场布置超过300堆的草瓦布，互乡亲大开眼界。 大鼻乡公所规划2021稻草兼菜季的活动，现场布置超过300个草布啊，真壮观。那你看的感觉？哇，好棒哦！对啊，满满的稻草香。这摆稻草兼菜季配合刷落来好年，伫现场布置一只大约5公尺高的河真高水。伫园区内底，社区嘛有规划趣味的铁头米啊和咸菜体验。 和民众来到这，都敢拿登去到农村时代。当然呢，我想我们酸菜的故乡也要把我们的酸菜推广给所有全国的乡亲。所以这一次来到云林县12月25号当天圣诞节来到云林县呢，你都有好吃的，有好玩的，有好看的全部结合在一起。阮大比生产节咱今年较无共款的，来举办咱这个来做创作安尼来举办着咱这稻草文化节安尼。活动会伫12月25礼拜六透早9点到日举办，邀请有闲的民众会使来到大比感受农村独有的特色。